2025年5月份生活聖言。主啊，一切你都知道，你曉得我愛你。若望福音21章17節。若望福音最後一章帶我哋嚟到加里肋亞嘅提比黎亞湖畔。耶穌死咗之後，伯多祿、若望同埋其他門徒再次重拾原本捕魚嘅工作，但係佢哋打咗一夜魚都毫無所獲。呢一次係復活嘅耶穌第三次顯現俾門徒，耶穌要佢哋再次撒網，而一次佢哋捕獲到豐盛嘅漁獲。接住，耶穌邀請佢哋到岸邊一齊享用早飯。伯多祿同其他門徒於是認出咗佢嚟，但係冇人敢同佢講話。耶穌主動向伯多祿提出咗頗為考驗人心嘅一條問題：若望嘅兒子西滿，你比佢哋更愛我嗎？呢一個係莊嚴嘅時刻，耶穌三次鄭重咁召喚伯多祿嚟餵養佢嘅羊群，因為佢自己本身就係羊群嘅善牧。主啊，一切你都知道，你曉得我愛你。若望福音21章17節。但係伯多祿深知自己背叛咗耶穌，亦都因為呢一個慘痛嘅經歷，使佢無法積極咁回應耶穌呢一個問題。佢謙卑羞怯咁回答：你曉得我愛你。喺佢哋整個對話當中，耶穌並冇責備伯多祿嘅背叛，亦都冇強調同埋糾結喺佢所犯嘅過錯上。反而係同理佢嘅痛處，帶佢走進呢一個痛苦嘅傷口，並且用自己嘅友情嚟治癒佢。耶穌唯一嘅要求係喺互信嘅基礎上重建彼此嘅關係。伯多祿嘅回應顯示咗佢意識到自己嘅軟弱，同時亦都全然咁信任佢嘅師傅同上主嘅寬宏大愛。主啊，一切你都知道，你曉得我愛你。若望福音21章17節。耶穌亦都問我哋每一個人同樣嘅問題：你愛我嗎？你願意同我成為朋友嗎？耶穌知道一切，佢知道我哋由佢嗰度獲得嘅一切恩典，佢體恤我哋嘅軟弱同埋創傷，即使我哋傷痕累累。佢仍然願意重拾對我哋嘅信任，靠嘅唔係我哋自己嘅能力，而係憑藉住我哋同佢之間嘅情誼。而透過呢一份情誼，伯多祿亦都勇於見證佢對耶穌嘅愛，直到為主獻出生命。我哋都會經歷脆弱、挫折同埋沮喪嘅時刻，
亦都會碰上逆境、痛苦、疾病、死亡、內心嘅考驗、被人誤解、受到誘惑或者係失敗。正係嗰啲明白到自己仍然有克服唔到嘅身心考驗，因此唔能夠靠自己嘅能力而去解決嘅人，先至懂得仰賴上主。正係因為咁樣嘅信德，天主先至會介入。佢一出手就行咗大事，亦都因住我哋嘅卑微，更加顯示出天主喺我哋身上成就偉大嘅事。喺日常生活中，我哋可以同天主坦誠相見，並且祈求佢以呢一份情誼嚟治愈我哋。我哋全心交託於佢嘅慈愛，就能夠重拾同上主之間嘅親密關係，亦都能夠重新同佢並肩偕行。主啊，一切你都知道，你曉得我愛你。若望福音21章17節。呢一句生活聖言，亦都能夠成為我哋個人嘅祈禱，作為我哋以綿薄之力，將自己交託俾天主嘅回應，感謝佢對我哋展現嘅愛。我愛你，因為你進入咗我嘅生命當中，有勝於我肺所呼吸嘅空氣，同我血液中流動嘅血液。你喺我孤立無援、無所慰藉嘅時候，進到我冇人所及嘅心靈深處。喺我剩餘嘅歲月中，請讓我至少能夠稍微向你表達我嘅感激之情，並因着你傾注喺我心中嘅愛，催逼着我向你講聲我愛你。無論係喺家庭、社會或者喺教會中嘅人際關係，我哋都可以效法耶穌嘅處事風格，愛所有嘅人，首先去愛，為弟兄姊妹洗腳，特別係為嗰啲最弱小嘅弟兄姊妹服務。我哋學習保持謙遜，耐心待人，唔去批評判斷其他人，願意請求人寬恕，同樂於寬恕人。為咗能夠喺人生嘅旅途中彼此一齊並肩前行，主啊，一切你都知道，你曉得我愛你。若望福音21章17節。教宗方濟各曾經對普世博愛運動團體咁樣講：感謝你哋嘅生活同你哋所做嘅一切，你哋要充滿信心咁繼續走你哋嘅路，我衷心祝福你哋。讓我哋都感謝教宗方濟各，願你在天上得享永福。